青子，青子！青子呢？红金兰陵呢？墨雨，大大，这酒馆是那个酒馆吗？我们又回来了。 大大，酒店老板的尸体不见了。大大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像一场梦吧。一场沙暴将我们从这里带到了萧金窝，历经生死之后，又从萧金窝回到了这里。这一切，就像一场虚幻，却真实的梦呢。对呀。 真像一场虚幻而又真实的梦。那华妃花呢？真的是慕容清吗？是真还是梦？墨雨并没有回答我。这天之后，我们又在大漠四处找寻，却打听不到慕容清、红巾和兰陵的消息，也找不到去萧金窝的路。询问途中遇到的商旅。 却没有人听说过萧金窝这个地方，仿佛萧金窝从来没有在人世间出现过一样。3个月过去了，我和墨雨终于放弃，返回了汴州。哎呀，唉。 我们出来时不是锁门了吗？会不会是有贼呀？人杰木语，傻书生，傻书童，兰陵红巾，好傻书生回来了！终于见到你们了。你们回来太好了，我们在大漠里面找了你们3个月，还以为你们死了呢。我们也是昨天刚到这边等你们的。 我们也找了你们3个月，却杳无音讯。老天保佑，你们2个小辣椒没事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找你们，其他人的性命没兴趣管。我们没有慕容清的消息，不过既然我们能活着，相信他也没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当然是来履行承诺啊！我们要照顾傻书生一生一世。这个真的可以不用当真啊。 承诺就是承诺，怎么能够不当真呢？对啊，而且我们已经把住处收拾好了，决定常住下来。啊，这里就2个房间，一个是大大的，一个是我的，哪来你们的房间啊？当然是你的房间啦，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柴房去了，以后你就在柴房住了。谁同意的？把房间还给我！我们同意就行了。我觉得你很适合住在那里啊。你们，对啊，你们才适合住柴房呢！把房间还给我！我已经收拾好了，真的特别好。我们就要住你的房间。不讲理！兰陵和红巾2姐妹的出现，令我终于肯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在萧金窝中发生的一切，的确不是梦。过了几天，我差衙门的官差往药王谷走了一趟，得知慕容清已经回到了药王谷。
虽然青子还是不愿意见我，但总算是让我放下心来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从一名从大漠返回的商旅口中，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萧金窝的消息。这名商旅说，他有一天遇上了沙暴，被吹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在那里，他找到了一座似是废弃多年的小城。那里虽然颓垣一片，但仍然可以看出，过去曾是灯红酒绿的繁华之地。突然，一阵奇异的声音把他吸引了。下注！到你下注了，我是8900，你赢不了我。从此，我便再也没有听说过萧金窝的任何消息。无字天碑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消息了吗？你爹他还没有死。我爹在哪儿？就在你的面前。属下参见大人。参见大人。庆叔仁杰在外耽搁太久，没有按照规定的时期回到衙门，请大人治罪。哎呀，狄判佐，不过来晚几日，何罪之有啊？虽说仁杰晚归是因为遇到了棘手的案件，可如果大人不治仁杰的罪，岂不是破坏了衙门的规矩？到时候还怎么管理其他的官员？嗨，话虽是这么说，可凡事都有个例外嘛，不能死脑筋呐。再说了，本官现在没空治你的罪，因为狄判佐呢又要有公干了。啊，又有公干啊？狄判佐，你看看这个。本月15，朝廷将派兵部侍郎屈冲到黑风寨举行招安大会。是啊，黑风寨，他们对我们姐妹有过救命之恩，我和姐姐还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日呢。还有这件事呢？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说起过呀？黑风寨是驿寨，所做的好事无数，却不许宣扬。任何人只要听到黑风寨这个名字，便知道其锄强扶弱，又何须人去说？哎，大人，可是上面明明写的是邀请你去啊。哦，狄大人有所不知，本月15是咱们陆大人的三夫人寿辰。这夫人的脾气众人皆知啊。如果当日不见大人，可无法收场。我想狄大人也不愿意见到咱们大人左右为难吧？啊？可我这刚从大漠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啊。傻书生，我们就替陆大人去吧。你难道忍心叫陆大人得罪那个美艳动人的三夫人？据我所知，黑风寨藏了许多30几年上好的女儿红，这次招安之事，想必一定会拿出来款待宾客的。哎，大大，这倒不错。陆大人陪三夫人过寿，咱们去黑风寨喝上好的女儿红，这笔交易值得。对了，黑风寨还有3把绝世宝剑。3把宝剑？可是江湖中有名的龙渊、鱼肠，还有战卢。正是。这3把宝剑的背后，流传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人家早就倾慕已久。看来啊，这次除了可以一饱口福之外，还可以一饱眼福了。陆大人，成交。好，雷少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3把宝剑背后的悲惨故事，并没有随着岁月湮灭。相反，故事中埋藏的复仇火焰，却越烧越烈。
傻书生，你说他放着汴州府的车轿不坐，非得自己走，害得我们天不亮就起床。更傻的是，你那位傻书生还要跟我们比爬山。我看大大一点也不傻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甩掉你们两个呢？为什么要甩掉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整天叽里呱啦、喋喋不休的。尤其是你啊，伶牙俐齿，说你一句你回100句。平日里倒也罢了，大大整日被公案所累，难得今天青山绿水出来透口气，自然想一个人有点空间，耳根子清静清静。我跟姐姐像仆人一样照顾他、伺候他，我看他应该是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偷乐才是。哎呀，人家想要的偏不在，不想要的呢，却整天绕在他身边。你说这人是该笑还是该哭呢？你是说那个花非花？不对，应该叫他慕容清。哎，墨雨，你刚刚说谁是不想要的？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墨雨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别过来！谁是不想要的？我错了，说清楚！妹妹，你说清楚！这位墨雨仆人，什么时候你的嘴比我们俩的还厉害？我看狄仁杰不是要躲我们，而是要躲你这位叽里呱啦的吧？是不是？是。一觞虽独尽，杯尽胡自清。笑东轩下，聊赋得此声。我看这叽里呱啦的不是我和姐姐，也不是墨雨，而是这个傻书生。傻书生，你明知不如我们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们比赛啊？难得今日出来，能远离这市井尘嚣，咱们出来玩一玩，只为了身心舒畅。哎，我根本就没有把胜负放在心上。哎呀，他想问的不是胜负在不在你心上，不是胜负又是什么？他是想问墨雨，你这位主人精明盖世，怎么会不知道妹妹问的是什么？我看他是不想说。既然不想说，你又何必逼问他呢？哎，你们女人说话真是云山雾罩。天色不早了，傻书生，咱们快走吧，要不然等宴席开始，那上好的女儿红可就被抢光了。是啊，前面就是黑风寨的山门口了，走吧。走吧。看来朝廷对黑风寨真是十分重视啊。是啊，皇上特派了炙手可热的兵部侍郎瞿冲，来部署这次招安事宜。这黑风寨的地位又怎能小觑呢？二哥，兰陵、红巾，怎么是你们姐妹俩？我们能来啊，还得靠他。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，陆大人因为有要事在身，所以命仁杰前来。原来是狄大人，汴州百姓人人都称赞你。狄大人为老百姓除去了萧朝天这个狗官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在下黑风寨2当家连飞影，久仰大名。大哥和三哥呢？大哥在招呼屈大人，3当家在招呼蒲王殿下。蒲王？对，蒲王早年被流放，后来游历至汴州，偶然间跟3当家成为朋友，此次受3当家之邀前来观礼。我早在江湖上听说蒲王气宇不凡，是个出尘脱俗的美男子。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庐山真面目了。红姐，你们怎么会跟狄大人在一起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跟那个萧朝天啊还有一定的关系呢。哦，那咱们边走边聊。狄大人，随我入寨。好，请吧。如此说来，狄大人确是你们的恩人，你们跟了狄大人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他要是能再聪明一些，那才真是好事一桩呢。狄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天下共知。怎么，你看嫌不够吗？二当家，他所谓的聪明，不是天下人共知的那个。墨雨，你怎么了？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？哼！
黑风寨卧虎藏龙，难怪朝廷会如此重视。啊，狄大人过奖了。自古以来，落草为寇者虽不乏能人异士、武功高强者，但多是穷途末路，迫不得已才聚生山间。因此，非常讲求团结义气。黑风寨更是如此。飞鹰想，这也许是朝廷格外优待黑风寨的原因吧。二当家所言是实，人家之前就听说黑风寨是个驿站，忠勇二字，向来都是忠在前，勇在后，忠比勇更可贵。狄大人说的是，说的对。大爷黑大虎是黑风四虎老大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摸摸你们怎么了？啊！大爷花钱雇你们这些伶人，不就是给大伙找个乐子吗？黑大虎，你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伶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啊，还说自己是黑风四虎的老大，太丢黑风寨的脸了。兰陵红巾，念在你们是故人的情分上，我黑大虎不与你们争执。大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容你在这撒酒疯？二哥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这伶人是什么货色，有谁不知道啊？我黑大虎可是从来不欺负好人家的儿女的。你给我过来！大虎，你这个女人，这个暗算我！住嘴，大虎，休对慕容姑娘无礼。你知不知道，站在你面前的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此次专程随蒲王殿下前来观礼。慕容姑娘，大虎有眼无珠，您若有什么怨气，尽管发到大虎一个人身上，跟黑风寨无关啊！二当家，你说眼前的这位是？哦，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慕容姑娘，刚才对不住了。哎，狄大人，哎呀，想要的来了，却又跑了。死墨鱼，早晚割掉你舌头！这慕容清突然出现，狄仁杰他肯定吃亏，还不快追啊！小兄弟，这包是金疮药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伤在脸上难免留下伤痕。黑大虎是个粗人，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大虎，别再欺负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慕容清，不是话废话。二当家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要嫁给蒲王？你不娶我，还要管我嫁给别人吗？别忘了，你在极乐大牢里答应过我什么？求求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便恩断义绝。答应我好不好，狄仁杰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天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好，那就请你遵守承诺。难道他又想被女魔头骗不成？我要带他走。他们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，让大大去处理吧。他现在是色迷心窍，我不认为他自己能处理。狄仁杰想再吃慕容清的苦头，你就让他去吧。他想碰壁，是你阻拦得了的吗？青子，哎呀，傻书生就是傻。青子，青子，狄仁杰，你是不是不想守承诺？不，承诺一定会遵守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
我便当作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啊！你是不是想耍赖皮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。青子，你又与人起争执了？这位公子，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兰陵，红巾，三哥，三哥，小木，你认识这些人？殿下，这位是飞兰陵、飞红巾，是我黑风寨的义妹。哦，三哥，我们现在是为他办事的。哎呀，能让你们为他效劳，想必这位公子定不简单呐。没想到这个傻书生竟然人见人夸呀！如果小王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公子可是汴州叛左狄仁杰啊！怎么，竟然是狄大人？看起来今天我们黑风寨是英杰齐聚啊！仁杰与殿下从未相识过，殿下怎么会认得仁杰？看公子这通身的气派，便知不是江湖中人。而这黑风寨又在汴州一地，早就听三当家说会请汴州知府前来观礼，可公子看上去又不似那些朝廷里的混沌人物，所以在此地能配得上这身气派的，也只有狄仁杰了。殿下对仁杰的夸奖，是仁杰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汴州叛左狄仁杰参见蒲王殿下。免了。今日在这青山绿水之间，我们不用行此虚礼了。对了，刚刚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的确没什么。殿下，我跟狄仁杰不过是误会一场。好，那既然是误会，我们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待我这几日将这宅院修整好后，再请各位到此一聚。狄大人，萧木要去帮忙打点蒲王殿下和慕容小姐的住处，就先失陪了。这个蒲王只是来观一次礼，看看门口堆了他那么多东西。不过倒是也奇怪，他这样做并不让人觉得讨厌，好像他理应如此。傻书生，你还愣什么呢？人家甩了你，可是找到更好的了。狄大人，咱们快去武殿吧，曲大人他们等候多时了。二当家，听兰陵说，黑风寨有上好的女儿红，可是真的？哼，那是当然。大人如果喜欢，定当在午宴中全数奉上。好，黑风寨有情有义，仁杰今天不醉不归。请。这可真是如愿以偿啊！大当家，汴州叛左狄大人来了。黑风寨大当家金无形参见狄大人。大当家，恭喜恭喜！红巾，兰陵，大哥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本来我们俩早就想来看你的。这次听说黑风寨被朝廷招安，就跟着狄仁杰来了。他们俩现在可出息了，跟了狄大人。狄大人，在下兵部侍郎屈冲，在朝中便已闻听你的大名，解围感业寺。狄大人本应该加官进爵，为何还留在小小的汴州啊？屈大人，汴州山好水好，对仁杰来说，留在汴州远胜于加官进爵，这是皇上对仁杰的偏爱。哦，哎，二位大人，请参观武殿吧。这黑风寨啊，所有的精良兵器，可都是藏在这里啊！哈哈哈哈！请，请。
这3把宝剑看起来非同寻常，不知什么来历。这位兄弟好眼力啊！这3把宝剑是我们黑风寨武殿的镇殿之宝，受寨中所有兄弟的供奉，因它乃是忠义的象征。听起来，这里面还大有文章。华三娘说的没错，师爷，你不妨给大家讲来听听吧。好，话说太宗初定天下的时候，这3把宝剑的主人是附近一座前朝小城的将军。将军与多年来一直追随自己的3名铁骑结拜，誓言以兄弟相称，不论主仆，许下姓名异，死生同的誓言，并将3把宝剑相赠作为信物。后来太宗为了统一天下，率兵攻城，3铁骑英勇善战，与将军一起誓死抵抗。太宗久攻不破，一度无奈退兵。宝剑仇知己啊，这的确是个好故事。参见殿下。免了。后来呢，师爷，这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吧？后来太宗再次率大军攻城，最终寡不敌众，3铁骑与将军誓死与共，守城阵亡，实现了他们结拜时的诺言。据说连太宗都深为感叹，将4位厚葬在了一起。从一而终，主仆情深。这3把宝剑，的确是值得供奉。我华三娘最钦佩黑风寨的，就是这个义字。我和姐姐也曾被黑风寨所救。黑风寨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绝对配得上供奉这3把宝剑。哪里，多谢诸位抬爱。这屈大人看起来有洁癖啊，怎么带兵打仗？我看他的洁癖不止在手上面。3位当家，宴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贵客赴宴。殿下，屈大人、狄大人，诸位贵客，请。都给我看紧了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这是山匪待的地方，不同别处。这里面坐的，除了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屈大人之外，还有蒲王殿下。要是出了什么闪失，不是你我可以担当的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